高雄的丰如里最近出现真侪只大只田园，里长是顶一阵仔呢去到日本参访，参考当地是利用这田园的模型来赶网，避免去互绑定，到底这是有效也是无效呢？里长表示讲，目前还搁伫咧试验，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这可能是无啥效果。 民众发挥创意，交有一个大人手掌遮尔大的田园模型做改造，甲挂起来，风吹来吹去。高雄丰如里最近街头巷尾出现各种湿地的大田园，原来这是里长进前去日本 Okinawa 访问，看到当地用田园的模型来赶网仔的撇步。返来台湾了后，伊就用伊美术的专长，买田园的模型返来家己彩绘，嘛发予社区的志工做伙做实验。 是阮一个里面的后口，因为种足侪花草的，还有狗啊，我就挂2只田的伫顶面，啊，有原本的170几公分的迄网仔的高度，然后伊伫10分钟之后就降价。即摆个试验，应该是有效啦。 即马社区内底差不多有20只大田园，挂伫咧塘仔边、门骹口或者是花园。里长谢淑媛表示讲，经过1礼拜的实验，里面反映网仔敢若有变较少，嘛有感觉网仔伫咧飞的关度有降低。毋过学者拢认为，田园模型来赶网仔无啥效果。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的副教授颜胜宏伊讲，目前还无用活的田园或者是模型来研究网仔闪敌人的行为，敢真正有效果？恐惊爱搁长期来实验，才有法度确定。如果有要前往高流行风险地区的话，也别忘记做好自身的防蚊保护措施。那穿着浅色的长裤长袖，那皮肤裸露部位喷洒敌避或者是泰卡瑞丁类的主成分的政府核可的防蚊液。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强调，防止天高热伫咧社区传染，上要紧的要是环境爱清气，有时阵嘛会当用网仔顶，嘛会当发挥效果。记者邱昭荣高雄报道。